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盧博士。而家我手上呢個係初生嬰兒奶瓶，傳統嘅奶瓶咧，佢係單孔直射嘅。BB 仔因為肚餓咧，佢吸咗好多奶同空氣，而導致佢好容易吐奶，同埋好容易咧就叫廠奶啦。咁喺呢個行業咧係超過咗40年，創新咗一個咧，呢個奶瓶嘅奶嘴咧，第一我哋係雙側孔嘅。咁雙側孔咧有乜嘢幫助咧？就話嗰啲奶 BB 仔一吸嗰陣時咧，就會去咗兩個腮先，然之後佢先再啜吞，咁啊有機會咧就減少咗個空氣嘅吸入，少咗去嘔奶咯。第二樣嘢，雙孔原則上係比單孔佢吸收嘅奶係快啲。我哋呢個奶嘴咧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就話佢有3個回氣孔，任何情況之下咧，好容易啲空氣就回翻入去，咁個 BB 仔咧就容易去吸奶啦。嗱，第二咧，我同你大家分享咧有一個新嘅科技。呢個咧就係話咧係攞咗諾貝爾獎嘅叫石墨烯 graphene， 我就利用咗佢咧就加咗入呢個保護套度。咁呢個保護套咧當然咧你防撞防跌。咁第二佢有一個好好嘅遠紅外線功效。呢個遠紅外線功效咧佢係可以穿透我哋嘅玻璃或者我哋嘅塑膠瓶，去將我哋嘅奶粉可以溶得更加透、更加細滑，咁令到個 BB 仔咧係更加容易吸收嘅。咁所以你話呢個係咪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？